香港到底點解叫香港嘅？有人話係因為一條瀑布，有人話係因為當時出口嘅貨品，亦有人話係因為海盜。咁作為香港人，你又知唔知香港點解叫香港呢？有關香港嘅命名，從來都眾說紛紜，冇一個確實嘅答案。喺呢條片噏乜會同大家一齊返到香港開埠之初，睇下幾種比較多人講同信嘅說法。相傳係清朝嘅時候，廣州有個好靚嘅妓女叫石洋，靚到當時嘅海盜大佬鄭一因為想將佢據為己有，所以將佢擄帶返隻海盜船上面。從此石洋就要跟住鄭一展開佢嘅海盜生涯啦。同海盜揾食點都要有個朵，而當時石洋個朵就叫做香菇。跟住落嚟呢，就係老土劇情，香菇同海盜大佬鄭一日久生情，仲結成夫婦，做咗鄭一嫂，從此就同鄭一齊打理佢嘅海盜集團啦。講起海盜，對香港略有認識嘅人都會問：咁張保仔呢？點解劇本冇佢嘅？原來鄭一仲有一個契仔，而呢位契仔就係傳說中嘅張保仔啦。喺鄭一死咗之後，香菇就順勢接管鄭一嘅海盜江山。但係最戲劇性嘅位就係，據聞張保仔一直都對香菇有好感，然後佢哋兩個仲結埋婚，一齊做海盜大佬。後來佢哋嘅海盜集團越做越大，仲有人幫一個俾香菇佢哋霸佔咗嘅島仔改咗個花名，叫香菇島。久而久之，講下講下就由香菇島變咗香港島啦。以前有好多外國商船會喺香港停留補給或者上岸做生意，而佢哋主要停泊嘅地方就係現今石排灣、香港仔避風塘一帶。據聞啲外國人喺停留嗰陣，無意中發現嗰度嘅水格外清香甘甜，而嗰啲水係來自附近嘅一條瀑布。但當我做資料搜集嗰陣，我發現關於嗰條瀑布嘅資料有兩種唔同嘅說法。第一，有人認為嗰條瀑布係清朝時期《新安縣志》入邊寫嘅《新安八景》裏邊嘅無陽金瀑，即係而家薄扶林對出嘅瀑布灣位置。記載就話呢條瀑布若自天而下，可以睇得出嗰陣時條瀑布應該都幾壯觀。但係後來因為興建薄扶林水塘，令到瀑布嘅水源減少，而家就得返今日大家會喺瀑布灣見到嗰條瀑布仔啦。而第二個講法係有關一個英國皇家海軍軍官愛德華卑路乍爵士，佢喺1841年被委派到香港進行測量嘅工作。呢張地圖就係佢當時喺硫磺號畫嘅，地圖上面清楚可見 Shakespeare 灣，但係石排灣對出嘅海域就係外國商船停泊嘅地方。望去右邊少少，會發現地圖上面有 waterfall， 即係瀑布嘅標記。對比今日嘅地圖，當時呢個瀑布嘅位置大約就係而家香港仔水塘對落嘅一處斜坡。而家已經揾唔返，但係如果用 Google 街景睇，都仲係會睇到啲有機會係當年條瀑布嘅痕跡。講返張地圖啦，我哋會見到好多地形同環境都淨係會用符號或者特定記號表達，唔會好似呢個瀑布咁樣同地名一樣用文字刻意記錄落嚟。由此可以推斷呢條瀑布喺當年都係一個重要地點，所以呢條瀑布會比較似係當年被形容清香甘甜嘅瀑布。總之就係嗰度嘅水香甜，啲人就叫佢做香江，叫下叫下就變咗香港啦。呢度要由一個故事講起。從前有一個紅色嘅大香爐喺海上面飄下飄下，就被浪沖咗埋岸邊。當時發現呢個紅香爐嘅漁民同鄉人都認為呢個紅香爐係天后娘娘送俾佢哋嘅禮物，所以就將呢個紅香爐撈起保存，仲起咗間廟去供奉佢，而嗰個地方就被命名為紅香爐啦。有關紅香爐作為地名，明清時期廣東通志入邊嘅香港島其實係叫紅香爐順。首先，乜嘢係順呢？順就係營順，即係明清時期啲軍隊駐防嘅地方。換言之，紅香爐順即係代表當時喺紅香爐係有設立防守設施，仲以紅香爐命名。呢度我哋可以理解做成個香港島曾經被命名為紅香爐順，係一個駐軍防守嘅地方。但1841年由中國松報發佈嘅香港島人口統計睇到，紅香爐被形容為香港島入邊嘅 Hamlet， 即係小村莊，人口得50人。由此可見，當時用紅香爐順呢個名去稱呼香港島，大概只係因為繪製海防地圖嘅需要，而唔係真正作為香港島總稱。而再由紅香爐變成紅香爐島或者紅香爐港，然後又再變成香港嘅機會應該都好牽強。但可以肯定嘅係，以前喺香港島真係有個地方叫紅香爐，即係現今港島天后一帶。而據說嗰個廟就係現今嘅銅鑼灣天后廟啦。
如果你好眼力，應該會發現啱啱嗰份香港島人口統計入邊，除咗有紅香爐之外，仲有個地方叫香港。第四個有關香港命名嘅說法就由呢度講起。據講由明朝開始，香港大量種植牙香樹，即係為人熟悉嘅土沉香同管香。比較出名有土沉香嘅地方就係沙田瀝源同大嶼山沙螺灣。土沉香嘅用途廣泛，樹枝可以製藥或者香料，佢嘅木材可以整線香，樹皮又可以拎嚟做紙。所以就成為當時其中一樣香港出口嘅主要商品。題外話，由於土沉香極具商業價值，所以遭到大量砍伐。而立法規管之後，仍然有唔少人非法砍伐，而令到土沉香喺香港近乎絕跡。講返正題，當時嘅人斬咗啲土沉香之後，會先送去尖沙咀，然後經水路去香港島，再運送去而家黃竹坑附近嘅一個小村莊入邊暫存，排隊等送去石排灣坐船出口。冇錯，又係石排灣啊！而嗰條存放土沉香嘅小村莊就係香港村啦，亦都係香港島人口統計入邊嘅香港村。據講，香港村後來為咗防範海盜嘅入侵而起圍牆，所以之後又有人叫佢做香港圍。而就係因為香港村存放咗大量土沉香，令到坐船嚟到嘅外國商人覺得成個海港都充滿香味，日子耐咗就得到香港呢個名啦。當深入了解之後，會發現唔同有關香港命名嘅故事之間都有啲關聯。啱啱講到黃竹坑有條放土沉香嘅村叫香港，而呢條香港村仲同另一個香港命名嘅說法有關。據講，當年英軍喺赤柱上岸登陸香港島，有一個叫陳群嘅疍家人為英軍帶路，佢哋由赤柱經黃竹坑，路過石排灣，然後再由薄扶林經西營盤去到維多利亞港。而因為當時英軍喺香港島進行緊測量嘅工作，據說經過香港村嗰陣，英軍就問陳群：喂，呢個地方叫咩名啊？陳群就用水上人嘅口音答：香港。陳群講嘅香港，其實係講緊香港村嘅香港，但英軍就誤會咗，以為香港係成個島嘅名，之後就變咗香港命名嘅由來啦。重點嚟啦，喺新安縣全圖入邊可以發現香港圍嘅英文係香港。咁點解而家香港係 Hong Kong呢？呢度咧就要對照翻啱啱講嘅陳群係疍家人，講嘢咧係會帶有疍家口音，所以我哋可以推斷陳群答英軍問題嗰陣嘅發音大概係香港，所以英軍記錄嘅版本就會變咗 Hong Kong，即係而家呢個英文串法啦。故事就講完啦，但係除咗講故事之外，有啲嘢都想大家一齊思考一下，睇下聽故事之餘有冇嘢可以帶走。有觀眾可能會發現條片嘅標題明明係講香港命名，但係點解頭先嘅古仔都比較似係講緊香港島命名咁嘅呢？咁係因為其實喺英軍佔領香港島之前，清政府並未有一個清晰嘅概念去劃分香港呢個地方，而當時英國最先得到嘅係香港島，仲未割讓九龍半島，所以喺當時英方嘅角度，香港島就大概等於成個香港，所以當時香港島嘅命名就係成個香港命名嘅根本。喺呢度亦都想延伸一個問題，到底係邊個有權幫香港命名嘅呢？1841年英軍登陸香港島嗰陣，就大概係香港開埠之初，所以比較大嘅可能性就係由英方去決定香港叫做香港嘅，因為當時對於呢個島嘅話語權係屬於英方而唔係華方。呢條片並唔係要同大家激烈爭論邊一個故事先係真正屬於香港命名嘅由來。分享咁多資訊，亦唔係想抹殺邊啲故事同講法，而係希望如果某一日有小朋友或者外國朋友問起香港點解叫香港，作為香港人嘅你唔會啞咗，而係可以同佢哋分享下呢啲有趣嘅故事。好啦，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如果中意嘅話，不妨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出去 ，follow 埋我哋嘅 Instagram， 同時亦都歡迎大家留言或者喺 Instagram DM 講下你嘅睇法。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